他了吧？万一真的摔下去怎么办啊？你只管闭着眼，我拉着你往下走。反正摔也是摔我身上。怎么，不相信我？才没有，走就走。不卖了啊？卖吧。站在这树下，把未来许下，向着幸福抵达。Promise I'll be by your side。这多远啊？快。I'm with you。好了，我不逗你了。男生上了初中蹿了个子，自然就瘦了。那有没有女孩子喜欢你？当然有了。你都不知道我为了你拒绝了多少诱惑。情书都是看一眼就扔了。你还看？哎，这些年你都在干什么？变帅。看出来了。还有呢？设想跟你在一起的样子。什么样子？初中的时候呢，就想去你家楼下等你，一起去上学，一起坐公交回家。高中的时候呢，哎，那时候有男同学谈恋爱了，我就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。等你回来了，我也这样牵着你的手，让他们羡慕死我。啊，原来你是这种幼稚鬼。男人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都是幼稚的。后来呢？后来就上了大学，学艺很辛苦的，每天只有睡觉前那几分钟能想你，想你做我的医学模特，想抱抱你，摸摸你。文少卿，摸摸你的第几节脊柱侧弯了？别人都被你儒雅的外表给骗了，你就是个流氓！我要给你发律师函。谁是流氓？嗯。困了就去睡吧。不困。那你靠过来。其实我也有好多想要跟你一起做的事情。我答应你。我还没说是什么呢。什么我都答应你。